大家好，首先想喺呢度同因為微辣事件而受到困擾嘅每一位講一聲對唔住。我理解大家嘅感受，我亦都願意接受大家嘅批評同埋責罵。2年前事情突然嘅發生，當時我仲未理清所有事情，冇辦法第一時間向大家完整交代事件，更加係最初用咗一個極唔妥當嘅方式回應大家，導致問題冇得到妥善嘅解決。身為微辣嘅創辦人，我責無旁貸，我必須面對同埋承認自己嘅失誤。我喺呢度鄭重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當我了解咗成件事之後，發現好多資料都牽涉到個人私隱同埋法律問題，而有啲事實我更加冇可能向外界解釋清楚。喺無奈之下，我只能夠透過法律途徑澄清。事件發生之後，我一直都係尊重司法程序同埋等待判決嘅結果。我今日講嘅嘢必須係事實，唔係我都會承擔法律嘅後果。我明白即使今日將一啲事解釋清楚，都冇辦法彌補對團隊造成嘅傷害。我亦都冇辦法改變大家對我哋嘅觀感。但我認為都係有需要喺呢度同大家坦誠交代一次。我只係希望可以為曾經同微辣合作過嘅所有同事同埋朋友講返個事實出嚟。關於網上流傳微辣10週年表演嘅 Disc 歌，我必須喺呢度為團隊同埋公司作出一個嚴正嘅澄清。微辣10週年表演嘅企劃，無論係主題曲同埋插曲，從來冇針對任何人嘅揶揄或者嘲諷甚至欺凌嘅行為。特別係其中有一首 rap 歌，更加被有心人士惡意扭曲解讀。我必須要特別澄清，呢一首 rap 歌係10週年表演嘅其中一個環節。呢首 rap 歌係2023年2月6號微辣音樂部門嘅一個 idea。喺4月11號訂立咗主題內容方向，努力 vs 天賦。內容主要係想傳遞努力比天賦更重要嘅態度同埋價值觀。參賽者係 Bad Joe 同埋阿成同埋 Jacky Lou 3人嘅比拼。而當時呢首歌曲嘅製作係由微辣提供創作方向，並由專業嘅外判公司負責歌詞嘅創作同埋編曲。喺構思同埋創作上，從來冇針對同埋影射過任何人。以下係微辣導演 Joco 同埋外判公司嘅創作過程嘅對話。係咪瞓咗啊？咁我喺呢度同你長話短説啦。其實就係咧，因為首歌，因為我哋10週年就香港舊舞台劇啊嘛，咁中間就有一段配藍會 DJ 打歌嘅，咁中間就會接咗一段咧，就想接阿 Jo 同埋我哋 Black Jo 啦，同埋我哋阿成啊。咁阿成佢想阿成 rap 咁樣就想接一首 trap 俾佢哋 rap，跟住所以首 trap 就想交俾你哋負責。咁嗰首 trap 嘅參考咧就係參考吳亦凡嗰首破曉，嗰首。個 feel 係呢種啦，就係跟住個內容係咩？就算係先係做 rap 嘅，咁做 rap 嗰啲佢自己係個 trap star，咁佢係一個壞壞的啊，係壞學生啊，但係壞得嚟有型啊，有料啊，係一種係個 star 啊咁樣型嘅。咁樣 rap 咗一半，rap 咗一段咧，跟住之後個副歌可能一 drop 嘅時候，阿成就喺度出嚟啦，就話你我覺得 rap 咗你用英文 rap 都係咁啫喎，跟住大家不如睇下我點樣 rap 啦，馬成就出嚟咁就 rap 個副歌，跟住可能就 rap 多段正歌咁樣，可能成首歌係兩正兩副歌咁樣咯，即係兩個 hook 兩個 verse 咁樣。跟住阿成嗰段就想佢係因為想首歌係英文嘅，所以睇下你用廚佬夾下寫唔寫到英文嘅 rap 啦。咁阿 Brad 做個 英文 rap 係型嘅，係正嘅。咁阿成咧嗰啲英文咧就可能係用啲舊嗰啲咁樣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樣，可能係呢種加味同嘅，就用啲咩？即係可能我哋啱啱諗到中間有個位就可能咩？When I say because you say chill，because chill，because chill 咁樣，即係可能用啲係英文去寫成一首 trap 咁樣咯，但係又好似好有 flow 嗰種感覺咧。I go to school by bus 啊咁樣嗰啲I eat my food by mouth 咁樣嗰種感覺咯。哦，大概明你講咩？咁嗰兩個人嘅背景就係學生嚟嘅，係咪？學生全英文，一個係真嘅英文，一個係港式英文。跟住我聽下破曉先，即係佢哋個 beat 係一樣嘅，個副歌要唔一樣嘅，但係佢哋用嘅 beat 係一樣嘅，即係佢哋個副歌個 flow 唔一樣。唔係用破曉個 beat，大概嗰個 feel 嘅 beat 就 OK 咯，就係用嗰個 feel 咯，係破曉嗰個 feel 咯，佢哋想有嗰種 feel 咯。所以可能要做埋個 beat 啊，要轉一轉個感覺，即係要轉一轉咯，將個 beat 轉一轉，要揼一個新嘅出嚟咁樣。其實我諗到黑鬼組嗰啲應該都係玩 Migos 嗰種咯，跟住
但係喺 Migos 嘅嗰啲 type 嘅 trap beat 上面再用翻吳亦凡嗰個副歌咁嗰啲 feel，類似呢啲咯。跟住將佢變成即係改翻幾個音，跟住啲 key 校翻唔同，跟住再加 auto tune 咁咯。但係其實唔係好想關嗰首歌詞嘅，純粹卡特，因為卡特負責嘅10周年個 show，佢就話個 feel 大概係嗰種咯，所以唔使話太關吳亦凡首歌詞。但係卡特就係仲想做個 beat 同埋首歌嘅整體感覺，有嗰個 feel 就 OK 啦咁樣。同埋你講嘅2號係要有埋 demo 咁樣，即係我哋俾個 demo 你咁樣定係點？2號，但係你話2號就要錄完佢啊嘛。破曉個 beat 還好咯。可以整嘅嗰啲可以改，唔難嘅應該。係啊，做啲類似嘅就得㗎啦，個 feel 似就 OK 嘅。係啦，咁辛苦你同呢班兄弟就夾佢啦。我覺得幾啱啊，廚佬嗰啲嘢，廚佬好似係呢種英文啊嗰種，係嘛？或者個建議就係，譬如話，如果你哋最後即係可能難揾人寫啊，因為全英文，我唔知你哋慣唔慣。咁其實你可以試下，譬如話外判啲詞俾 JRD 試下寫下，我都覺得好 OK 嘅，即係一個 suggestion 即係俾你去諗下咁。因為 JRD 全英文佢一定冇問題㗎嘛，係。咁當然係型嗰 part 啦。如果揾 JRD 啊嗰啲英文好寫嘅話，咁嗰 part 你哋就一定你哋識玩㗎啦，嘢係啊，即係比卡超啊、I Go to School by Bus 啊嗰啲，你哋識玩咧。其實還好嘅，即係如果你講話 Migos Trap Star 嗰啲3連音咁嗰啲咧，嗰啲咧就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嗰啲㗎啦，只不過將嗰啲咩賣毒品啊定係點樣咧，嗰啲就最plus 喺黑鬼租度就講咩我好大隻，我好打得咁樣咯，跟住我翻學啊唔讀書咁嗰啲咯，都係呢啲。跟住港式英文嗰啲都容易啦，嗰啲即係等同於好似微辣加字幕咁嗰啲啫嘛，係嘛？嗰個讀書嗰啲都好簡單嘅。OK，咁 pass 俾你啦，丟啦好嘛？就咁樣丟咗佢咧。不過你中間有啲咩，譬如話卡卡地或者諗唔到啲咩方向，或者諗唔到啲咩寫，你都可以 at 我㗎，我都可以俾到意見嘅，係。即係你話內容上面有啲，你仲有啲咩可以寫，我都可以俾啲方向你都得。到時你再係你同你班 crew 去講聲啦。唔該晒，唔該晒，達哥。個方向咪就大概就係黑鬼租出嚟先唱副歌，話咩冇人可以同我 beef 啊，跟住然後我trap star 啊咁樣，跟住然後返學完全都唔使上堂啊，跟住日日喺度健身啊，跟住冇人夠膽同我嘈交啊，跟住啲女仔個個黐埋嚟啊，跟住啲讀書叻嘅全部都係讀音嗰啲咯。跟住阿成出嚟唱副歌就開始講話咩我最乖啊，跟住你呢啲唔識讀書嘅唔明啊咁樣。而喺綜藝節目方面，大家見到阿成攞住成份歌詞，可能會以為佢喺演出當日會唱晒成首歌，但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綜藝節目嘅效果安排。今次我哋就做一首歌俾阿成啦，就係一首全英文嘅一首 rap 嚟嘅。我啊玩我啊英文，佢已經做咗首歌同埋歌詞㗎啦。MAT。而綜藝影片嘅下半段，我哋都有拍攝，可惜第一集發布咗之後，歌詞俾人惡意解讀，而且事件嘅突然發生，令到我哋第2集未能夠對外公開。係咪下面啲容易啲咧？阿成，係啊，我話你聽，到時你淨係要 rap 下面嗰段嘅。咩啊？係真嘅。我你啊！我哋咗成日上面嗰啲。睇開微辣嘅觀眾都知道阿成英文唔好，所以我哋團隊一直都係安排咗阿成唱呢一首歌嘅一小尾段。同埋我知道有部分嘅人因為卡特喺片中講咗呢一句説話，去大做文章，同埋報道仲寫卡特作為填詞人。點解你話到同人咁好朋友，你係可以寫一啲咁樣嘅詞去繼續傷害人嘅呢？因為佢嗰個道歉嗰度咧就話自己從來冇諗住傷害阿晶，但係佢做緊嘅嘢咧係每一件都喺度傷害緊阿晶喎。如果我係有啲咁嘅朋友，就真係我。但我必須強調嘅係，卡特係努力 VS 天賦嘅節目導演，並唔係填詞人。歌曲嘅創作係由微辣提供，歌詞嘅填寫係由外判公司處理。而我哋同外判公司嘅溝通過程當中，都從來冇提及過任何揶揄同埋嘲諷人嘅內容。仲有啲謠言或製作特輯裡面一路有提及過歌曲嘅事，我亦都會公開翻呢一個製作特輯俾大家可以睇翻。
觀眾們記得過嚟聽我哋唱歌，到時我哋會非常之落力嘅。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啲歌詞係亂咁填，我真係有考慮過，我真係每個人都有做嗰件事先至填落去。因為歌詞我最感動，我聽到嘅時候即刻，我真係流淚啊！拍完嘛，拍死下死，20歲的我已霎眼3張幾嘅。而 Yellow 喺其中所提及嘅歌詞係另一首改編自 New Jeans OMG 嘅歌，並唔係上述嘅 rap 歌。而呢首 OMG 嘅歌詞亦都係我哋揾出面嘅朋友創作填寫，而歌詞亦都唔存在任何關於揶揄同埋嘲諷任何人嘅內容。另外，10週年嘅主題曲係我寫歌詞嘅，係一首講關於夢想嘅歌。歌詞裡面亦都絕對冇任何想要傷害人嘅成分。幾多次的挫敗，青春裏即使跌倒要愉快，艱苦過悲傷過都要盡全力，勇闖美夢邊界。We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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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Nana。甚至有人將我哋10週年 Q&A 嘅影片片段毫無邏輯同埋理據咁樣扣上咗集體欺凌嘅罪名，我亦都會將呢條片公開翻俾大家睇。入嚟微辣呢幾年係我人生最開心嘅幾年。我諗係樹窿音樂會咯，我哋都應該係樹窿音樂會，太深刻啦嗰集。哇！嗰晚係成間公司翻到嚟嘅人都喊晒，係就係嗰間房喊晒咁滯喎。同埋我好記得咧，因為我哋讀緊施先生嗰封信嘅時候咧，突然間個網絡甩機咯，即係本身好順，跟住一讀佢封信咧就甩機，然之後嗰個觀看數咧係停咗喺好似5200，總之一個好特別嘅數字嗰度，跟住我就覺得佢好似翻咗嚟現場同我哋一齊讀嗰封信咯，跟住我就好印象深刻呢一幕咯，跟住我就覺得哇，其實我哋做嘅嘢真係好神奇咯，亦都因為樹窿有好多人認識咗我哋啦，跟住每一集有好多嘉賓，又好好玩，跟住在座好多 artist 嗰陣時都有上嚟一齊玩，跟住覺得都好開心咯，呢個回憶。好有真係屋企感覺啊！我總之個禮拜又翻嚟，我哋又喺度嗌嘢食啊、食飯啊，跟住完咗樹窿又落樓下食宵夜咁樣，係嗰段時間係真係好開心，真係好開心。我都分享好難忘，就係咁前年啦，即係前年我人生一個好特別嘅時期啦。咁我前年就搬屋啊嘛，咁我搬咗好近公司咁樣。當中因為大家喺度講嘅一啲微辣難忘經歷嘅正經嘢嘅時候，家聰突然間講一啲唔貼題嘅嘢，所以大家就喺度笑。影片裡面並冇取笑過任何人，但係然後就俾人哋扣上咗集體欺凌嘅罪名。亦都有啲人話我哋心虛，點解發生事之後要剷除晒微辣10週年嘅相關影片？但事實係因為當時嘅輿論嚴重影響到贊助商。而我哋只能夠選擇將影片隱藏，盡量減輕對無辜受牽連嘅人嘅傷害，並唔係心虛。但所有嘅片段今日都仲喺度，而所有10週年隱藏咗嘅影片，我亦都會公開翻出嚟，大家亦都可以睇翻。關於網上流傳脅迫簽署聲明，喺2022年嘅1月15號左右，阿晶喺佢嘅 IG 直播有提及到關於佢同家聰嘅私人感情糾紛。當時亦都引發到網絡上大量嘅關注同埋討論，所以我當時作為藝人嘅老闆，亦都作為雙方朋友嘅身份，我喺2022年嘅1月16號微信聯絡阿晶，我亦都想向佢了解事件嘅因由。以下就係當時我同阿晶嘅對話。而當時阿晶亦都提及，佢覺得呢件事要有個落幕，所以我哋經過溝通之後，雙方亦都認為簽署聲明嘅方式係更為穩妥。所以我同阿晶通話之後，我再聯絡家聰，講俾佢聽阿晶嘅想法，同埋協助佢哋兩個溝通同埋簽署聲明。之後阿晶亦都有主動提出發布嘅時間。係啊，你嗰個競啟嗰度咧，有一畫嗰度咧，你可以編輯一下，你文案嗰度咧寄翻嚟都得。過程當中從來冇任何脅迫嘅行為。悲劇發生之後，網絡上亦都有流傳我曾經企圖對阿晶作出恐嚇同埋騷擾嘅行為。
喺呢度我要再次重新強調，呢個係極度荒謬同埋不實嘅指控。我從來冇對過阿晶作出過任何恐嚇同埋騷擾嘅行為。關於網絡上一啲有心人士惡意將我呢一段對話拼湊成一個我恐嚇嘅佐證，我認為我喺呢度必須要解釋返呢一段對話嘅因由。事情係喺2022年5月3號嘅晚上，我突然收到同事嘅訊息講，網上面有我嘅微信對話流出咗，內容係我同阿晶嘅私人對話，但係喺網上面莫名咁流傳。我當時非常不解，所以我主動聯絡阿晶，希望了解事件，但係俾佢拒絕。我亦都有再次問佢，但依然俾佢拒絕，我就放棄咗去了解呢件事嘅原因。我要特別重申，我本人係從來冇去過阿晶嘅咖啡店，我亦都從來冇講過一啲關於細 B 恐嚇騷擾嘅言論。呢一啲完全係對事件嘅抹黑同埋捏造行為。另外，更加有頻道話阿晶出事之前，我本人係曾經有打過電話俾阿晶。佢阿媽自己都講嘅，佢阿媽自己講嘅，話阿晶出事之前咧，6毫子有打個電話俾佢。喺即係我同佢傾偈嗰陣時，佢話我知嘅，我有對話記錄喺度㗎。係啊，個6毫子。喺阿晶出事之前，阿媽佢打過俾阿晶嘅，咁然後阿晶咧就同翻佢阿媽講過提過呢件事嘅，咁打俾佢講啲咩咧？幾時打嘅咧？我唔知道，我冇細問，咁只不過人哋係咁樣講，係啦。我都需要特別説明，我同阿晶最後嘅對話係喺2023年嘅1月23號之後，我亦都冇再同阿晶進行過聯絡，亦都冇對話，亦都冇見面，更加冇打過電話聯絡佢。所以我希望日更頻道可以攞翻個事實證據出嚟，向社會大眾交代翻清楚，還翻我一個清白。你哋或者唔知道，你哋隨便嘅一句聽講網傳，佢話俾我聽嘅呢啲用法律嘅灰色地帶包裝嘅謠言，我哋係要用幾多時間去自證清白，甚至可能呢一世都會俾人誤解，永遠都冇辦法澄清。而令到我最絕望嘅係，面對呢一啲無中生有嘅指控，我根本冇辦法為自己從來都冇做過嘅嘢而澄清，而呢啲事情確實係冇發生過。2023年8月，亦都有媒體報道網紅 Sonem 喺 IG 進行直播，文章係講公開聲稱2張6毫子與友人的對話截圖。呢件事我必須要嚴正澄清，呢一啲圖片係完全100% 虛假同埋改圖。我早前已經對呢位網紅發出咗律師信，我亦都會保留一切法律嘅追究權利。悲劇發生之後，我認為最重要係要同阿晶嘅家人見面，將我知道嘅事交代清楚。但由於我本人係唔認識阿晶嘅家人，我亦都認為我哋直接聯絡佢嘅家人係唔恰當，所以我哋只能夠尋找共同朋友嘅協助。喺2023年嘅8月，我得知朋友認識佢嘅屋企人，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見面嘅機會。但遺憾未能成事。之後我見到高天賜議員一直都有關注事件，我亦都透過朋友約見高天賜議員，同佢交代咗事件之後，亦都希望得到高議員嘅協助，希望能夠作一個公正嘅第三方向社會大眾清楚交代返事件。但其後我哋得到議員辦嘅回覆係，高議員不建議進行任何行動，現在只會帶來反效果。之後我嘗試直接聯絡高天賜議員。我亦都有表達我嘅請求，但可惜未能得到回覆。無奈地，我哋未能得到任何第三方解釋機會嘅時候，一啲毫無事實根據底下對事件自己進行猜測嘅內容不斷被散佈。呢啲種種抹黑、惡意詆毀同埋持續攻擊，甚至恐嚇，令到我哋好多同事同埋佢哋嘅屋企陷入無休止嘅恐懼同埋情緒壓力，將好多無辜嘅人加上咗莫須有嘅罪名。而點解一直都冇解釋清楚？我都想喺呢度重申一次，我從來都冇逃避過，我只係希望以一個正確嘅方式去處理問題。而網上面依然有一啲人對呢件事件惡意傳謠同埋抹黑，所以喺2024年，我哋決定採取法律行動。但由於澳門法律有司法保密原則，即係喺刑事訴訟階段整個偵查同埋預審過程，呢個時候嘅案件都需要受到司法保密義務所約束，所以我哋一直未能夠對外公開我哋嘅法律行動。喺2025年嘅10月尾，日更頻道被澳門法院裁定咗1項侮辱罪同埋2項公開及詆毀罪成立，被判監1年1個月，緩刑2年。但有啲有心人士試圖為呢一件事帶風向，模糊大眾焦點，甚至有人扭曲成只係講咗一句關你卵事就要被判侮辱坐監，
或者刻意喺標題嗰度只係提及到侮辱罪而忽略公開及詆毀罪嘅成立。我必須要強調，我從來唔係希望以法律途徑令到其他人滅聲，更加唔係一句關你卵事就將人告上法庭。提告嘅對象係悲劇發生後錄製咗超過100條關於微辣嘅影片，同埋20條以微辣作為題材嘅直播。喺2024年嘅1月10號，佢再次喺直播度多次進行辱罵同埋作出公開嘅詆毀。判決書係長達16頁，並唔係僅僅一句關你卵事就將人告上法庭。喺判決書當中，被告除咗觸犯侮辱罪之外，亦都觸犯咗刑法典第174條誹謗罪及第177條公開及詆毀罪。而公開及詆毀罪係比誹謗罪嘅情節更加嚴重，即係行為人透過社會傳播媒介如報章、雜誌、網絡等散播誹謗嘅言論。簡單講就係判決書入面，法庭亦都證明咗對方所講嘅內容係不實嘅內容。我哋只係希望對方唔好再誤導公眾，向社會大眾傳播不實嘅訊息，因為你咁樣會徹徹底底傷害咗一班無辜嘅人。我哋需要嘅唔再係風向，而係真相。而仲有好多乘虛而入嘅指控，我今日必須要喺呢度為曾經嘅同事澄清。網傳呢場打邊爐直播係慶祝阿晶當日離職，但事實係阿晶早喺當年2021年嘅8月20號，因為一啲原因所以離職，而唔係網上謠傳佢係因為被欺凌而離職。而當日我都有同佢溝通嘅，佢甚至同我講多謝。試問一個如果被欺凌而離職嘅人，又點樣會有一段咁樣嘅對話？而家聰喺公司打邊爐直播嘅日期係8月27號，時間係相差咗7日。而我睇返呢一場家聰嘅直播，佢係因為當日佢照完胃鏡，醫生話佢個胃好靚，所以佢就即興發起咗呢個直播。影片裡面亦都冇針對任何人離職而慶祝嘅內容。呢段影片依家喺家聰嘅 channel，大家都可以重溫返。而好多人就係因為咁相信咗一啲謠言而開始去攻擊所有人，特別係豪啲個人 show 嘅時候，佢被大量網民不停攻擊。相信每一位同豪啲合作過嘅人都好清楚佢係為人。而我認識嘅豪啲，佢係一個好單純想帶歡樂俾觀眾嘅喜劇演員。佢就係喺公司因為同一班同事同朋友打咗一場邊爐，就俾人哋惡意攻擊。呢件事我係非常遺憾，所以我必須解釋清楚。亦有傳言話網上面有一位前員工爆料，佢我哋同事嘅 IG 留咗言，佢話自己係前員工，亦都係話有啲女藝人帶頭杯葛，而媒體就當呢一件事係真咁樣不停報導。但事實喺呢位所謂前員工所講嘅嘢，同我知道嘅事實係完全唔同，而且微辣公司從來冇一個員工叫呢一個名。而我亦都發現到呢個帳號佢喺呢幾年不斷改名，從一開頭叫 G's 改成 Kabi， 再到 Betty。根據 IG 嘅記錄，佢呢個帳號係喺2023年7月先成立，直到依家佢已經改咗5次名。而大家見到第一個留言嘅人都改咗名，而我今日按翻入去睇，竟然係一個外國人。就係咁簡單嘅一個造謠就可以被報導成新聞。估唔到依家嘅媒體係可以將一啲假嘅帳號、未經求證嘅留言當成係真咁樣做成新聞，誤導社會大眾，更加徹底地傷害咗呢班女仔嘅名聲。呢件事我諗咗好耐，究竟我應唔應該講，又或者應唔應該由我講？但我冇辦法，我覺得我一定要講，因為咁樣先會對曾經係微辣嘅導演公平啲。當時阿晶同導演道歉嘅原因，其實係因為當時佢開直播，可能講咗一啲對微辣導演唔太恰當嘅言論而道歉，並唔係好似外界所傳言係因為被欺凌離職，仲要向佢哋道歉。當時阿晶亦都係辣粉團隊有留言向大家解釋交代。而且微辣從來冇創作過一首歌同埋拍攝過一條片去傷害對方。如果有嘅話，大家都可以攞出嚟做證。我亦都冇諗過幾個同事玩嘅一個 filter 可以被拼湊成一個集體欺凌嘅故事。我喺呢度一定要講返清楚個時間線。喺前面有講到阿晶當時離職嘅日期係2021年8月20號，而有關注呢件事件嘅人應該會知道8月20號當日阿晶係即日離職嘅。事前亦都冇任何提前嘅通知，由此可見家聰呢一張相係完全俾人惡意拼湊成同阿晶離職相關，因為當時阿晶係未離職嘅，家聰亦都唔會係先知。另外有關於呢3張喊相，卡特已經喺佢嘅 IG 貼文解釋過，係因為佢想揶揄我，
就用咗當時流行嘅 filter 拍咗一個限時動態，而且我都知道佢嘅行為係笑我而唔係阿晶，但經過網絡輿論嘅發酵，最後演變成一個集體欺凌嘅事件。而阿成佢只係咁啱行過，俾卡特咁樣影咗，就無辜咁樣捲入咗呢件事。特別係家姐阿妹 Jackie Lou， 佢哋只係自己玩一個 filter， 而佢哋玩呢個 filter 嘅時間同地點，同卡特玩呢個 filter 嘅時間同地點都完全唔同，但就俾人拼湊咗出嚟，斷章取義。我亦都想借呢個機會講多少少，有人質疑卡特當時發布佢同阿晶嘅私人對話係改圖。呢個 IG post 入面3張嘅對話圖，裏面有2張圖嘅內容係有出入啊。簡單啲嚟講係一定有古怪，因為有2個好客觀嘅疑點啊。第一，左邊明明就係有2021年6月至7月嘅對話，但係右邊嘅反而係1月26號嘅對話之後就直接跳咗去8月20號。按道理右邊張圖冇可能會睇唔到左邊同樣呢個對話嘅。第二，1月26號你同阿 Jane 講再約食飯，佢8月20號先回應你一個表情，呢2個疑點都直接將卡特嘅成個行動炸爛，大家都覺得佢喺度偽造緊證據。但經我了解之後，我見到佢係隱藏咗一啲其他人名嘅對話。我今日問佢攞翻成個完整對話出嚟，去證明翻佢係冇講大話。呢本阿曹睇緊，同埋佢唔係詩集嚟㗎，佢有啲偏向散文 feel 啲。阿曹係我上司喎。而喊相傳言之後，2021年嘅9月1號，我同阿晶亦都依然有溝通，甚至係相約去食飯。雞 wing Alex 阿太嘅喊相係2022年嘅5月18號發布，大家可以睇翻個時間，因為當時 Johnny Depp 打贏官司 ，IG 整咗一個新嘅 filter， 而且全世界大部分年輕人都喺度玩緊呢個 filter。但喺2023年悲劇發生之後，有一啲有心人士將佢哋嘅相進行咗惡意解讀同埋拼湊。咁你都睇到係佢嘅 Facebook 嚟㗎啦，呢個係真嘅，唔係造假㗎啦。咁亦都係睇到咧，佢出呢一個咁樣嘅影片嘅時間啊，係幾時啊？係2022年嘅5月18號啊！哇！你班人咧，去到5月18號，你都仲玩緊啲咁嘅嘢喺度，咁樣玩啊！你鋪啲咁嘅影片，話最近大家都很喜歡玩呢個咁嘅濾鏡。2022年嘅5月啊，大哥，上年嘅事嚟㗎啦，到而家咧都仍然咧係冇放棄到去揶揄人、去玩人、去笑人嘅噃。咁講真，佢當初喊嗰班濾鏡嗰6個人嗰6條友咧，係2021年8月9月所發生嘅事啦。咁佢搶 job 嗰單嘢咧係2022年嘅年頭。咁結果咧，呢班人咧係不依不饒，完全冇放過人㗎。你睇到呢一條影片有幾多個啊？有雞 wing 啦，有大文啦，跟住有嗰個乜鬼嘢主持人啊，仲有阿泰啊，仲有 Lobby 老公啊。基本上咧，呢條片咧已經可以睇到晒你班人到底有冇一個無辜嘅咧。不如你哋話我知啊，咁拍片嗰個我就唔知係邊個啦。咁反正呢，如果係好似卡特所講，我當時呢係唔知道呢一個係欺凌，我就係笑6毫子，我完全唔相信啦。去到2022年嘅5月啦，仍然係有做呢啲咁樣嘅事情啊。咁唔怪得知呢，阿晶去咗之後啊，你呢班人呢係完全一句聲都冇出過，一句 RIP 都冇啦。原來當中係有咁多恩恩怨怨喺度，係人哋走咗咁耐，件事過咗咁耐呢，都唔放過人啊。但就係標題寫住疑似，就可以令到佢哋呢種惡劣嘅行為遊走喺法律邊緣。而更加嚴重嘅指控係有啲媒體平台，佢竟然話呢一張喊相係阿晶離世之後我哋發布。我哋亦都已經從法律途徑追究謠言散佈者嘅法律責任，維護我哋曾經合作嘅每一個人嘅名譽同埋人格尊嚴。而我亦都知道，如果我唔解釋清楚，將來只會有更多不實嘅報導，將我哋嘅喊相拼湊成不同版本嘅故事。呢個係我冇辦法啞忍嘅原因。民產基金，我認為亦都有必要同大家交代一下。首先，民產基金係澳門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嘅基金，每一個澳門嘅文創公司都可以申請。而我哋喺創業初期，亦都曾經有申請過。喺2023年嘅7月，網上流傳咗一啲微辣相關資助嘅不實資料，但我必須喺呢度澄清，網上面嘅傳言同埋事實係不符嘅。民產基金亦都係當月有澄清文章登出，網傳微辣得到嘅民產基金資助同埋事實嘅相差巨大。
我亦都唔相信澳門有一間公司可以每一年得到民產基金嘅資助，而且呢個資助唔係齋俾，係要做翻好多資助項目嘅工作，當中亦都需要憑證同埋核對，而且有一啲更加需要償還。關於2018年品牌專項資助計劃，網上面話我哋獲得500萬嘅資助，呢個項目我哋係有申請並且成功審批通過，但因為各方面商業考量，我哋最終係放棄咗獲取呢500萬，我哋係從來冇攞過。關於民產基金嘅獎金，我哋好幸運地獲得優異獎，但係呢一個獎金亦都係支持我哋喺澳門以外嘅地方做翻一個表演出嚟嘅。但因為疫情嘅3年，我哋冇辦法完成到呢個表演。疫情後嘅2年，我哋更加冇可能可以做到，所以呢個錢我哋亦都要歸還翻俾民產基金。所以呢2年即使冇收入嘅情況下，我哋亦都積極償還緊民產基金嘅貸款。最後我亦都想同大家交代翻退租。當時我哋公司超過100個同事，一個月嘅營運成本大約200至300萬，而我哋一直都係好依賴廣告收入。喺悲劇發生之後，我哋的確冇能力可以繼續維持一個100人嘅團隊，而亦都考慮各方因素，所以我哋選擇退租。悲劇發生之後，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人生規劃，亦都需要生活。我非常理解同埋尊重每一個人嘅意願，我亦都好抱歉連累咗大家，呢個係我最大嘅責任。我好想喺呢度同每一位曾經微辣嘅同事講一聲對唔住。我始終相信任何指控都係應該基於事實同埋證據，並唔係透過輿論謠言審判，更加唔係未審先判。我亦都好想喺呢度呼籲所有媒體機構唔好因為網上面一個假嘅賬號，一句不負責任嘅留言就當成真咁樣報導，因為你哋嘅報導會令到好多唔知情嘅市民以為呢個就係事實，同時亦都會傷害咗好多無辜嘅人。今日呢條片我唔單單係為自己澄清，我亦都好希望可以為一直被誤解嘅同事講翻個事實出嚟。我無意傷害任何人，只係希望可以還翻個公道俾曾經同微辣合作過嘅每一個人。同微辣合作過並唔係罪。最後，我好感謝願意花時間睇到呢度嘅你哋，願意花時間去聽我解釋，真心想了解事件嘅你哋，亦都好感謝一直以嚟有關注事件，亦都仍然選擇相信我哋同支持我哋嘅每一位。多謝你哋。